作為亞洲最大、競爭最激烈嘅香港5人冰球賽，今屆吸引咗16個國家以及地區，合共109支冰球隊爭奪青少年組、男子、女子組等等嘅獎項啊！青少年組嘅賽事咧喺上星期已經圓滿結束啦。嗱，先同大家重溫下 U9A 嘅決賽啊！由本地球隊藍衫嘅 CSA 對住 Victory Dragon， 雙方咧都係以全勝姿態殺入決賽㗎。開波唔夠3分鐘咧 ，Victory Dragon 咧就憑布子麥啊喺門前混戰之中先開紀錄，打到第一節嘅末段啦，余家樂更加為 Victory Dragon 咧領先到3球啦。雖然咧輸緊3球啊，但係 CSA 咧都冇放棄㗎。喺第2節咧一直都冇再失波，打到去8分鐘左右咧，更加係追成1-3啦。但係張在宇啊，就喺第2節嘅末段啦，再次為 Victory Dragon 拉開到4-1啦。嗱，去到第3節啦 ，CSA 嘅體力下降嘅情況底下咧，再失多2球。雖然黃子全咧係賽事最後嘅階段為 CSA 射成2-6啦，但係都阻止唔到 Victory Dragon 攞到 U9A 嘅冠軍。佢哋陣中嘅張在宇啊，更加當選今場賽事嘅 MVP 添啊！而喺 U15A 嘅決賽咧，就由2支本地球隊對壘啦，分別就係藍黃衫嘅 Greater Bay Lions 大灣區雄獅同埋白衫嘅 CSA。見到兩隊咧都有好多粉絲為佢哋打氣㗎。大灣區雄獅咧喺開波只係30秒就打開紀錄啦。Jasper Fan 啊前場逼搶成功，之後交俾 Anson Kwok 啦，個人突破射成1-0啊！大灣區雄獅咧今場可以話係控制大局，打到第2節啦，好快就領先到3-0啦。最終 Anson Kwok 啦喺第2節嘅5分零鐘埋齋射成4-0，協助球隊奪得 U15A 嘅冠軍，而佢咧更加當選今場波嘅 MVP 添啊！